點水平，恒指喺2014年升咗298點。油價大跌，崑崙能源累積跌4成6，係全年表現最差嘅藍籌。澳門賭業增長放緩，金沙跌咗3成8。國企指數跑贏恒指，全年累計升1成。憧憬中央出手刺激經濟之下，上海股市大翻身，全年累積升咗超過5成，深圳亦都升超過3成，齊創5年嚟最大嘅升幅。無線電視陳文賢報道。另外，中國南車同北車落實合併，今日復牌之後，南車 H 股急升3成2，北車就更加抽升4成半。最活躍港股收市價，安盛50中國升2毫6，中國南車升2個5毫半，南方 A50升3毫2，中國北車升3個4毫6，建行升9仙。南車時代電器升11個9，工行升1毫，中行升8仙，平保升2毫，騰訊跌8毫。人民幣終止過去4年升值趨勢，全年貶值2.4%。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喺14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向下，收報6.204對1美元。分析話，今年人民幣表現改變咗過去多年單邊升值嘅走勢，預期明年將會維持雙向波動。另外，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舉行今年第4季度嘅例會，強調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，更加注重鬆緊嘅適度，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，保持人民幣匯率喺合理水平基本穩定。港元匯價：日元6.4872，歐元9.4073，英鎊12.0868，瑞士法郎7.8195，加元6.6943，澳元6.3354，新西蘭元6.0577，每百港元對人民幣79.993。人民幣公斤條報238.48人民幣，倫敦黃金報1191.95美元，99金報11076蚊。今日財經報導完，祝大家新年進步。跟住新年新世界，香港除夕倒數，